台中大甲鎮瀾宮舉辦第3屆媽祖杯軟式青少棒甲少棒的搖車賽，今年有26支的隊伍，將近500個小球員參加，規模創新高。大甲鎮瀾宮所舉辦的第3屆媽祖杯社區軟式青少棒甲少棒搖車賽，即天佇咧外埔的國際壘球運動園區熱烈登場。教練教我們手抬起來的時候，腳就要先抬起來，這樣才能打出去。把全方面做得最好，就是不要減少大家的失誤。這屆比賽上大的特色就是建立完整的分齡制度，為 U10、U12到 U15攏有，一步一步培養實力。大台中甲彰化甲咱這個南投吼、新竹吼，咱東部26隊來這比賽吼，陽光普照無你像講，囡仔即擺佇厝攏還咧拍手機啊，所以這個打棒球的運動哦是非常的好。媽祖杯其實就是在未來為我們的未來培養下一代的台灣之光。這個活動結合文化、體育甲觀光，嘛互比賽更較有特色甲意義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